参考的资源都先加入播放清单。主题根据主题来建立播放清单的话，找到了影片，像这样右边有3个点，有没有？然后按储存至播放清单，中间有没有？储存至播放清单，这样它就有播放清单给我们选了。选好以后再调整位置。你看这个要进入自己的频道，然后媒体库，然后找到播放清单，进来以后，然后在最下面这边找，后面加进来的会在最下面，一般是这样，然后再把它调整位置到相关的地方。杜仲现在是要讲到杜仲比较在后面。开多种的班，然后杜仲杜仲到哪里去？你看在这里有没有？参访杜仲，参访稻草，参访杜仲。在这里啊，30这边才对，要放在30这边。到前贤门去参访杜仲，编号30上，大概要知道在哪个位置，编号先知道编号。杜仲办道有没有？道清参访，还有杜仲办道有没有？就是相关的放在一起这样。整合资源呢？